早晨，早晨。又發生大件事啦嗱。等我慢慢講啦，OK？因為咧已經係預備咗嗰陣時都未發生嘅，咁而家咧啱啱發生咗一陣嘅啫。嗱，經過咗10日嘅呢個美國以色列聯合打擊呢一個伊朗，咁就斬殺咗伊朗最高領袖阿里卡梅內同埋40幾個將領，咁剷平咗成座大樓，清除晒整個政府部門啦。如果個領袖同40幾個高級嘅將領都死晒，咁仲邊處有人啫？係咪先？咁所以咧，佢喺跟住咧就狂炸埋伊朗所有啲軍事設施，摧毀得差唔多全部咁滯噶啦。佢認為係咁，你以為咧可以好似啱啱嗰仗去委內瑞拉咁容易，施然買埋內奸咁入去伊朗就搶晒嘅佢嘅石油，跟住就同佢成立一個新政府，即係奪取埋個政權啦。咁就跟住咧，呢個伊朗亦都會好似委內瑞拉咁，就向美國言聽計從啦。咁即係話佢想做乜，想要乜都得啦。OK 嗱，其實咧喺未曾咁樣做之前咧，已經喺伊朗係透過呢個 CIA 咧，係喺搞嗰啲人民反抗呢個領袖噶啦。咁就日日就上街，多到不得了，就煽動啲民眾上街，就要逼呢一個最高領袖下台。OK，咁佢亦都估到呢個領袖咧，伊朗咧係唔同人咁品嘅，佢唔係民主國家。OK，唔係美國，雖然美國都有做。OK，但係咧佢對呢啲反對佢嘅人民咧，唔理你係邊個開槍就射你噶啦。OK，一係就拉咗你，啱唔啱？咁咧，所以咧，Donald Trump 咧就係利用呢一個伊朗嘅政治上嘅弱點，就一早咧就出嚟講到明，向外講咗成3次有多嘅話嗱，如果你向嗰啲反抗嘅人民開始動手殺害到佢哋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嚟幫嗰啲市民噶啦。為咗解放呢個國家，就將你就捉拿噶啦，咁樣即係話我就會喐手噶啦。咁果然就係咁做，咁即係話咧，佢係有咗藉口向全世界話嗱，我係去救人哋，係向伊朗解放嘅啫，咁樣。咁咧，但係佢咧一路咧亦都用晒計謀，即係特朗普嘅人咧就好細膽嘅，最怕死嘅。OK，佢要咧差唔多咧肯定非常之安全，佢先入去嘅。咁一路就藉口嗰個核武又係要禁止佢，一邊就同伊朗談判，左談右談。當然一路都會又有啲同意，有啲唔同意啦。就爭取個時間咧，然後咧就大軍咧冚唪唥啲戰艦啊，乜嘢都齊晒喺波斯灣嗰度，好近呢個伊朗嗰度，可以隨時喐手啦。咁一邊咧就揾 CIA 揾嗰個內奸，終於梗係揾到啦，$5000萬加呢個美國嘅呢個移民可以全家。老實講，因為咧一路伊朗咧都俾美國咧又禁制，乜都唔得，出口石油咧係得一樣石油，但係又個個都唔俾全球
全世界嘅人向伊朗買油，只係中國夠膽嘅啫。OK，咁所以咧佢就肯定就係用呢一個咁嘅搞到咧成個國家嘅人咧貧苦得非常之緊要，咁啊見到錢實係開眼啦，仲可以即刻飛去美國，係咪先？咁所以咧就終於揾到個內奸，就係所以頭先就一開頭我所講，就查清楚晒佢嗰日係聚集晒呢個領袖同埋佢嗰啲家人，加上嗰幾十個將領係開大會嘅一早，咁佢就喺嗰個時候就用呢個 F-35戰機走到去嗰間大廈嗰度校正個羅庚 ，OK，嗰個鑽地彈係鑽地彈嚟嘅，一放落去，成間炸為平地，全部變為肉醬，OK。